弟弟可不可以拿5万块借我？行啊。不借，借不了。怎么，姐夫你有意見啊？只要有人問我借錢，你老閪都話唔借，因為我唔好意思拒絕你。不，婷婷，你聽我解釋，我跟他說的是外人，你係我最好的閨蜜，我一定會借。係邊柒個都唔得，就算係我最好嘅閨蜜婷婷都冇得傾。你再聽我解釋，我當時同佢講花旦嘅時候，我生氣嚟嘅呀。你係我最好嘅閨蜜，我有冇可能會唔借啊？你做咩啊？你咪有病啊？你同我講嘢做乜嘢啊？你可以將我講嘅嘢錄落嚟啊，我又唔會唔認賬，我點會講到你噶嘛？你咪黐線噶！我當初講呢番話係呢個意思咩？啤咩啤？你解釋啊！你講嘢啊！講嘢啊！我嬲你嘅時候，你同我收聲，你講都唔想講。我不借了，不好意思打擾你們。真係唔好意思，借個錢都要壓支壓咗，唉，不好意思幫不了你，唉，拜拜。